来看过来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，伊是克鲁松症候群的患者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。伊一出世就头扁扁、面毛毛，看起来有点怪怪。经过台大医疗团队20多届的手术哦，总算可以看起来还算正常人咯。17岁幼家是先天性颅骨膨早闭的克鲁松症候群患者，也是罕见疾病之一。过去常常因为外观甲一般人无同款，和周围人像读册甲社交拢是问题。不过，伫经过将近10摆大小手术了后，伊即马开朗够自信。伊讲毕业了后，想要甲一般的人同款，找头路趁钱，也想要交女朋友。所有人都嘲笑我是外星人，让我觉得感觉不 OK。那现在已经越来越好的，越来越正常。负责治疗幼家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，先天性脑癌患者常常需要看科别治疗。过出世到大汉无共款的阶段，要接受真侪摆颅骨甲颜面手术来解决颅腔、目睭、喘气、语言甲外观这问题。这几年来，医疗科技进步，即马采用高科技电脑辅助，比如手术导航系统、电脑手术仪器甲3D 的形等，因互颅癌手术更较精准、快速而且安全。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摸不到了，而且附近有很多重要的神经血管的、大脑、眼睛等等。好，一方面看不到，一方面又要避开这些重要的东西，所以市场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才需要这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。医方强调，2年前成立颅癌医疗甲生态科学发展中心，帮助颅癌患者甲家属接受治疗。根据统计，为自2008年以来，院内已经完成10多例重大颅癌医疗手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